哇，好香哦，香到我肚子饿了。王老师，要不要加点一份我们的那个家传客家小炒？哈嘎炒妞，这个不会就是比赛得奖的？是，就是那当然一定要品尝看看啦。来，宝仁老师，哇，好了，哇哦哇，好香哦，哇塞，来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客家小炒比赛的传统的做法，对不对？家传客家小炒，好漂亮哦，可以试看看风味如何。真的，我们一定要先来一口，色香味俱全，哇！谢谢老师。哎，我新竹住这么久，我不知道米粉有这个粉红色的哎。对啊，粉红色的哦，也是客家人常会用的红曲。啊，风 Q 啊，红曲。对。所以说，就像一般我们炒米粉这样把它泡，然后一般买回去就是这样子炒就可以了。只是说你在料理的过程中加了红曲去调味，就取代一些我们一些酱油哦，一些调味料，因为红曲本身风味就不错。这很讨喜耶。对啊，它跟传统的做法应该也是一样吧？你试看看，口味上要略微调整一下。好吃哦。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不喜欢吃那个红曲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们会把它调的比较甜一点。黄总应该知道，客家人有那个红曲鸭，对，然后红曲鸭的味道一模一样，它是从面体它自己散发出来的吗？还是你另外有酱？另外有酱哦，你另外要调那个酱，然后去炒它，好好吃哦，真的很香。你看那个贡丸有没有？这个贡丸也是有学问的哦。哎，这个贡丸是什么？这个是红曲贡丸啊，有啊，有个酒香味。对，后面整个酒香就出来了。对，米粉是比较直接，然后味道直接冲上来。然后这个贡丸，它也是红曲的。对，其实红曲跟米粉跟我们的猪肉、鸭肉都是很搭的东西。然后一整体搭起来就是变成说我们的贡丸还有米粉全部都是红曲的味道，味道就很有特色。哇，这整组搭起来很特别，很特别。我没有吃过这个红曲的米粉，你来新竹，你一定要品尝看看，而且不油不腻。那你看这个福菜贡丸汤，你看有菠菜，然后拱烟，而且拱烟也是菠菜口味的哦，你可以试试看。我刚刚有提到梅干扣二的风味，有没有？整个软 Q， 有别于就是很传统的贡丸啦，比较不一样。传统贡丸它比较扎实，然后这个呢有福菜，但是又不会抢了那个肉的一个香气。那福菜是你在抿这个贡丸，在吃这个贡丸的时候，隐隐约约它就会出现了，就会觉得说，哎，那个福菜在叫你哦，福菜它在里面，我觉得好特别。而且福菜我会认为说它会不会很咸？不会，你前处理非常的好，然后让这个福菜在贡丸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它提升它的整个香气，然后把客家的一个风味呢融合在这个贡丸里面。哇，你真的很棒呢！老师太专业了，你应该你都讲完了，我都不用讲了。你很会把我们客家的传统东西把它融入。你虽然本身不是传统客家人，但是我觉得黄总很厉害，就是他很喜欢把客家的东西融入在我们贡丸里面。其实贡丸呢，就是我们家常冰箱的一环啦。对，宝老师有讲到，贡丸是一个等于说民生必需品嘛。对，表示说，如果我们透过这个民生必需品拿来推广我们的客家的一些特色，然后黄总愿意去接纳、去采纳，然后去研发。其实研发一个生产线、一个品项真的不容易。对。那这一次啊，客家小炒，我们这一次比赛非常的成功啊，谢谢。也很高兴认识我们黄总，刚好今天特别来拜访我们黄总。你只要来到新竹市啊，你一定要来我们新竹海瑞贡丸，我觉得一级棒。哦，小小的消费，然后大大的收获。那也希望我们黄总呢，可以啊，我们明年在比赛的时候，可以再加把劲，再为我们客家呢推陈出新，推出更多不一样、好吃、美味的隐藏版的料理。一定努力。谢谢黄总，谢谢。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定要来新竹，来找我们黄总，
新竹海瑞贡丸，赞！